大家好，我係茂哥。謝兆海俾人斬呢單嘢都發生咗幾日㗎啦，不過花生指數咁高，午後梗係唔會放過啦。4月17號嘅朝早11點左右，上環嘅永樂街發生咗一單持刀傷人案，傷者係信匯金融集團聯合創辦人，人稱金融姐嘅75歲謝兆海。呢位仁兄劏得人多，仇家多，唔知今次俾咩人劏返呢？當朝嘅11點左右呢，謝兆海就喺中遠大廈對開，突然俾一個男人用刀襲擊，佢嘅背部、手臂同埋大腿多處受傷，現場就留低一大灘血。佢送院嗰陣仲清醒嘅，經包紮之後就送咗去瑪麗醫院，同日已經急急腳出咗院。疑犯據描述為一名年約50歲嘅男人，事發時着住白衫黑褲，仲戴住口罩。有目擊者見到疑犯斬完人之後，神色慌張咁向林士街嘅方向走咗。呢位近80歲嘅謝兆海同佢家人過往旗下公司曾經涉嫌唔少嘅金融詐騙，而成功真係燒埋身友。2021年唱高散貨案，謝兆海嘅仔謝東林當時26歲，同埋個女謝文君當時28歲，後來就改名謝堯忠。因為2021年涉及唱高散貨嘅騙案被捕，謝堯忠就被控串謀欺詐，案件將會喺聽日21號喺區域法院做審前複核。由於時間相近，所以一般人相信件事唔係咁簡單，或者另有內情。謝家嘅謝兆海同埋謝堯忠都改過名，搞倫敦金嘅人成家都中意整色整水。先講下各大主流報章報嘅事件，午後再講主流報章冇報嘅事件。反而對於了解謝兆海同埋英皇金融嘅楊生嘅激鬥有關。信匯公司其實個底一早花晒嘅，近數年，例如2019年，證監會就發現信匯證券嘅內部監控方面出咗問題，包括冇經客戶同意就將資金轉去炒金嘅賬戶，最終被罰款500萬。2018年，警方就調查信匯旗下匯船金業涉及嘅倫敦金騙案，當時更加去咗上環嘅總部調查，拉咗18個人涉嫌串謀詐騙，但唔包括謝兆海本人。而2021年則有較早時提及，警方聯同證監會採取聯合行動打擊唱高散貨。匯海金業喺香港2009年成立，聲稱提供國際黃金24小時全天候交易服務。匯海金業屬信匯金融集團嘅子公司。信匯金融喺1992年由謝兆海有份創辦，旗下生意包括匯信證券、謝氏財務、豐昌投資。謝氏財務即係香港嘅持牌財務公司，即係俗稱嘅財仔。但呢啲都唔係戲肉，原來謝兆海曾經同珠寶大王謝兆倫合資創辦呢間公司，前身名為謝氏金融。珠寶大王謝瑞麟喺1987年將佢自身公司上市之後，熱衷炒股、炒樓、炒外匯，於是揾嚟謝兆海拍住上搞金融公司，成立謝氏金融。1990年代初，香港炒匯風氣盛行，外匯公司更如雨後春筍咁開分行、地鋪，其中楊受成自稱靠炒外匯翻身嘅公司英皇金融，同埋謝瑞麟同謝德清合辦嘅謝氏金融競爭最為激烈。講漏咗，謝海嘯嘅前稱係叫謝德清。事緣1994年，當時30歲初嘅林義君為英皇分行嘅總裁，佢帶隊就帶嚟幾十人，包括屬主力嘅梁醒波千金、梁寶文，跳槽去謝氏金融之後，就同舊東家英皇金融有啲拗撬咧，雙方關係都搞到好僵。英皇金融嘅楊受成其後被控非法禁錮以及刑事恐嚇，但1995年開庭時，林義君突然話自己失憶，史稱失憶證人。當時轟動全港，由於控方嘅證人未能作供，就令到被告脫罪。當年最經典嘅就係着住紅當當嘅西裝同埋3級女星嘅女友姚正清出庭。後嚟林義君就被判藐視法庭，判監6星期，但緩刑執行。當年謝氏金融的確係賺咗唔少錢，但係派息就極少，加上謝瑞麟自己都炒窿樓同埋外匯等，
於是就唔玩退股啦。2000年謝瑞麟個人更加被頒令破產，而謝德清改名謝兆海之後就順理成章買入該公司嘅股份，並改名信匯，繼續外匯同埋股票嘅生意。當時報住同一地址嘅董事黃艷玲亦改名黃燕玲。案中嘅兩位主角由英皇跳到謝氏金融嘅高層梁寶文，後嚟就轉行搞裝修，而林義君就低調咗數年嘅時間。1999年謝兆海改名之後嘅信匯開始單飛發展，千禧年大搞宣傳，重金禮聘沈大師出鏡，更加揾佢做埋行政總裁。之後分別喺旺角、沙田、荃灣等地開設分行，吸納街客。千禧年末，林義君重回老本行，以唔同嘅炒金投資公司蒲頭。當時佢更加揾嚟葉劉同埋中港政商娛樂圈嘅名人拗合照嚟吸引內地嘅客戶。不過佢亦犯上唔少嘅官非，包括2007年爭龐維新50萬而遭頒令破產，但其後遭撤回。2008年嘅11月，佢撞車之後就拒絕酒精測試，之後被判罰款以及社會服務令等。至於曾任信匯金融旗下信匯證券行政總裁嘅沈振盈沈大師，2008年至到09年，佢曾經短暫過檔英皇，但後嚟又回巢至2024年嘅1月。多年來信匯嘅負面新聞各式其式，由證監釘牌罰款到俾人淋紅油，樣樣齊。2021年更因為唱高散貨被捕，凍結資產高達9億。不過謝兆海本人同埋沈大師及信匯就未有涉案。謝兆海炒金股匯撈家撈唔少，近20年喺豪宅市場頻頻掃貨。2009年嘅6月至到9月3個月裏面，斥資1.17億，兩度入市中半山 The Mayfair。9月時 Mayfair 中高層 A 室以6250萬易手，2870尺，尺價平均2.18萬。較早時嘅6月，謝兆海又以5450萬購入該屋苑中層嘅 B 室2872尺，尺價1.9萬。2010年嘅1月，謝兆海又斥資超過1.3億，其中以6400萬購入亞賓尼大廈，6900萬購入中半山風景中層嘅全層。2016年嘅4月，佢又以1.083億購入西半山天匯嘅首個銀主單位。2022年，佢以賣殼方式以2.16億易手紅梅閣洋房，實尺74,406蚊。洋房由佢喺2020年初以買殼方式購入，當時有指成交價係1.8億，即係佢喺該次交易賬面獲利3600萬。洋房2年裏面升值2成，因為上述嘅洋房以公司股權轉讓形式進行買賣，所以謝兆海無需繳付任何納稅或者其他嘅稅項。謝兆海俾人斬，似乎係黑吃黑，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前亡。更何況係靠倫敦金起家嘅將軍，咁不如叫謝兆海做金將軍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仲有，若果想大力支持我哋，可以 Super Fans。多謝咁多位，尤其係會員嘅支持。